香港人食好多塑膠，真係日日都食緊膠㗎。香港人平均圍起一個禮拜可能會食到5 gram 嘅塑膠，差不多等於成張信用卡咁重。點解會咁？而食塑膠對於健康又有咩影響？呢段片我會一一話俾大家知。冇人會咁傻，真係攞起個信用卡係咁咬。但係原來我哋食嘅飲嘅嘢，好多喺裏邊都含住一啲叫做微塑膠，即係細過5毫米嘅塑膠粒。而且有啲仲可以細過1納米，咁呢啲叫做納米塑膠。呢啲塑膠對於我哋身體有好大嘅影響，其中以納米塑膠嘅影響力係最大，佢直情可以講入侵我哋身體每一個器官。而家醫學界暫時對呢啲數字仲有好大嘅爭議，究竟有幾多塑膠未有完全一個定論。不過無可爭議嘅係，我哋嘅身體慢慢累積緊呢啲塑膠。個原因就係我哋嘅食物鏈裏邊已經充斥住大大小小、林林種種唔同種類嘅塑膠粒，呢啲我哋幾乎已經避無可避，但係可以盡量減少攝取。其實呢啲塑膠粒喺身體邊啲地方會出現？作為會接觸食物飲品嘅第一道防線，腸胃道可以講係受塑膠粒影響最大。而家科學研究顯示，微塑膠，尤其是納米塑膠，係可以令到腸胃道裏邊嘅益生菌失調，亦都可以令到個腸壁產生滲漏、慢性發炎，整體係可以影響到腸胃健康。有啲都市人話覺得個腸成日都係唔妥，囉囉攣、脹脹，大便習慣硬係唔成形。近年腸易激症嘅症狀亦都越嚟越常見。究竟呢啲同微塑膠有幾大關係？醫學界仲有爭論，不過會係一個其中重點研究嘅方向。而且腸裏邊若果有啲微塑膠粒，係會產生一啲滲漏嘅情況，甚至乎納米塑膠粒係可以透過腸壁進入去身體嘅淋巴同血液系統裏邊，跟住再進而去全身其他嘅地方。而更恐怖嘅係，塑膠本身有害之餘，佢仲可以成為其他物品嘅載體，因為塑膠佢本身可以黐住其他化學物，然之後將呢啲化學物帶入去我哋身體裏邊。腸胃道之後就係我哋嘅血液，血液可以將呢啲微塑膠、納米塑膠帶到身體好多地方，而其中首當其衝係我哋嘅血管，血管載住啲血啊嘛。咁原來血管內壁喺近年醫學界已經發現係有塑膠沉澱嘅跡象，意思係你食落肚嘅塑膠，甚至乎經其他方式吸入去身體嘅塑膠，會沉澱喺血管內壁裏邊，而且一入咗去就唔再出返嚟。根據最新科學研究顯示，喺一啲血管內壁裏邊揾到微塑膠粒嘅人，佢哋患到心臟病、中風嘅機會，比起冇咁多塑膠嘅人，可以高成4.5倍咁多。而呢啲微塑膠粒亦都可以循住血去其他地方，入到最深，連骨髓裏邊，而家都發現係有微塑膠粒，甚至連腦部裏邊都有微塑膠粒。而係死亡嘅時候，患上已經有失智症嘅人，佢哋嘅腦部裏邊揾到塑膠嘅機會，亦都比起冇患上失智症嘅人為多。種種跡象表明，我哋嘅身體正受住呢啲微塑膠、納米塑膠一層一層咁樣入侵，而個健康反應其實可能喺好多年之後先至見得到。而更恐怖嘅係，近年嘅研究顯示，連懷孕嘅媽媽身上面，佢哋嘅胎盤都會有微塑膠粒，而呢啲微塑膠粒有機會進入 BB 嘅身體。大家可以想象，對於下一代嘅影響，可能要好多年、幾十年之後先至浮現到。咁所以醫學界研究嘅期間，我哋係咪咩都唔做？有陣時 common sense 都會話俾我哋聽，唔好等啦。對於微塑膠呢個問題，其實應該今日就開始做功夫嚟守衛自己嘅健康。但係究竟應該點做？其中一個最簡單而又好有效嘅方法，就係減少用即棄膠樽。因為香港成日都天時暑熱，而周街都係便利店士多，所以我哋有個習慣，硬係中意買樽飲。無論樽裝水、樽裝茶、樽裝汽水都好，我諗大家平均可能一個禮拜點都有1-2支。但係原來呢啲樽裝嘅膠樽嘢飲係含有高份量嘅微塑膠粒。根據唔同類型嘅統計，喺膠樽飲品裏邊，每1公升可以揾到
20至到40萬粒嘅微塑膠，而其中90%都係頭先講到可以最具入侵性嘅納米塑膠，唔係20到40粒，係20萬到40萬粒。大家可以諗下，一路咁樣累積落去，我哋身體可以吸收到幾多塑膠？啲膠粒點解會入咗去水樽裏邊？其中好大一個原因係我哋開蓋、閂蓋，不停進行摩擦嘅時候，嗰啲塑膠就會捽去飲品裏邊，而且佢喺工廠裏邊入樽，擰個蓋上去嘅時候，亦都會產生同樣嘅情況。若果嗰樽喺運送過程，又或者我哋買咗佢之後，又經歷過高溫，例如喺架車裏邊暴曬咗一段時間，佢就可以有更加多嘅膠粒裂出嚟，入咗去個嘢飲裏邊。所以減少飲膠樽嘅係可以令到自己減少吸收塑膠最有效嘅方法。而要留意嘅，除咗膠樽嘅嘢飲之外，玻璃樽都未必一定啱得晒。最緊要留意個樽蓋。根據一份法國嘅研究顯示，玻璃樽嘅飲品若果佢係用一個膠蓋嘅時候，個膠蓋同個玻璃樽身嘅摩擦一樣可以產生好多膠粒，甚至乎一啲都唔誇張咁講，玻璃樽可以比起膠樽磨出更多膠粒，可以多成5至50倍添。所以最穩陣都係自己拎一個保溫壺或者水杯，自己斟自己嘅嘢飲。若果去到 Starbucks， 就情願用糖飲杯啦。第二方面就係大家食嘢嘅習慣，外賣飯盒有邊個香港人未用過？無論係自取定係叫 Food Panda， 總會有幾個膠盒。但係原來膠盒同埋膠嘅即棄餐具，尤其是當佢哋一齊用互相摩擦嘅時候，係可以產生幾百萬粒嘅微塑膠粒，然之後全部會俾我哋食落肚。所以喺呢方面，若果真係有得揀嘅，盡量揀紙包裝。甚至乎，若果想帶飯，咁當然自己可以控制嘅情況之下，就用翻不鏽鋼或者玻璃嘅飯盒。同埋有一個簡單嘅動作，就係自己帶一套可以反覆使用嘅刀叉筷子，其實已經可以減少塑膠嘅吸收。而跟住落嚟嗰樣，大家可能唔係好覺意，就係我哋着嘅衫。如果你 check 下個 label，你會發覺你件衫好大機會裏邊係有塑膠嘅。無論佢話係人造纖維定係尼龍都好，其實都係塑膠啫嘛。然之後，當我哋放件衫落洗衣機度洗嘅時候，個過程就會產生摩擦。摩擦會有咩後果？就好似頭先個膠樽個例子咁，磨出膠粒。而因為我哋香港始終都係室內環境多，呢啲洗完衫嘅膠粒就會浮游喺空氣裏邊，四圍飄，四圍浪。一部分會飄咗入去我哋個肺部裏邊，一部分會浪咗喺食嘅表面。所以無論係入肺定係入胃，到最終都係俾翻我哋自己。簡單一個動作，洗衫嘅時候用翻個洗衣袋，減少啲衫嘅摩擦，其實已經可以減少膠粒嘅產生。仲有一樣係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鮮，個量都幾誇張，平均每人一年可以食60公斤海鮮。大家可能都聽過，原來作為食物種類之中，海鮮係屬於含微塑膠量最多嘅。個原因係呢個世界上面大大細細嘅，無論係塑膠垃圾定係漂浮緊喺空氣裏邊嘅微塑膠粒，好大機會都會進入海洋裏邊。海洋入邊嘅浮游生物會吞咗呢啲微塑膠、納米塑膠。細嘅浮游生物會俾大嘅浮游生物食咗落肚，然之後細魚再食呢啲浮游生物，細魚又俾大魚食。一路食落去，到最後就變咗阿媽蒸俾我哋食嗰條石斑魚，跟住都係落咗肚。簡簡單單一碟炒蜆，就算只係食幾隻，分分鐘都已經食咗成千上萬粒嘅微塑膠。唔係話一世都唔可以食海產，但係大家記住，飲食最緊要均衡，仲唔好釘死一樣嘢嚟食。當我哋食嘢嘅種類多嘅時候，就算其中一飯有出事，成件事嘅吸收都唔會咁多。有炒股嘅朋友都知道呢啲叫分散投資。到最後仲有一啲簡單嘅習慣，就係盡量將屋企裏邊嘅塑膠用品唔好撞嚟撞去。其中有一樣可以即刻換走嘅，就係阿媽塊砧板。即刻撳入去個廚房度睇下阿媽係咪有用緊膠砧板。剁剁敲敲嘅動作
其實會產生好多嘅微塑膠，而且砧板直接同食物接觸呢樣嘢係我哋即刻可以改到嘅習慣。用竹或者木，甚至乎金屬嘅砧板都會好好多。長遠嚟計，當然我哋老生常談 recycle 多啲，用少啲塑膠。不過呢個 channel 主要嘅目的係想大家腸胃健康，咁偉大嘅資源，我哋可能要留翻俾其他人再慢慢處理。祝大家有健康嘅腸胃，希望你哋都可以生活愉快。若果想知多啲關於腸胃嘅資訊，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